各地的莲友们所有发心的大德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很欢喜的来为各位介绍这一章简单的内容。我们写到：以是非为重，利害为轻；以实践为重，空谈为轻啊；以念佛为重，人情为轻；以真理为重，世俗为轻这个简单来跟各位大家报告。这个是提醒我们大家，我们当然要讲是非嘛，好啊、坏啊、善啊、恶，要很清楚。这个我们首先重要的要追求这个观念一定要端正，知见不能偏差，就是你要知道是非嘛，该做的你就是大家好好的努力去实行。如果不该做的，你不要去做。那是非要分辨而不要堕落在这一种混淆不清的那种陷阱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以是非为重好就是好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我们一定要以这个做我们的生活的重心。利害为轻。那至于说做了之后呢，你得到好处，你什么利益，什么得到，可能你吃亏了，有的好了，有的吃亏，这些东西在我们来讲，我们看得很平淡，我们不会太在意，对不对啊？只要我们尽心，对心没有羞愧，上不愧天，福不诈人嘛。我们这个心就是毫无羞愧，这样对于这个利害得失，我们看得很淡。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生活就很轻松自在啦。以实践为重，我们讲的就是身体力行，实实在在去做，这个比你讲了一大堆理论还重要，对不对啊？你空谈嘛，讲了一大篇理论，讲的论述都很好，很高尚，但是实际上你根本没做，那这个是非常遥远的，讲的都是空谈都是空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佛法重的是在实践，身体力行，我要真正的去做。你看很多人说，你有信吗？信，但是我不念佛，那你不念佛就等于不信一样的嘛。你要相信说念佛我才能够到极乐世界，但是我信，但是我不念佛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个跟信的等于没信一样，等于没有信一样。所以我们要讲实践，一定要去做实践为重，空谈为轻这个不要太在意。这个很多长篇大论呢，讲了一大堆理由，但是你从来都不做，从来不念佛，这是错的。以念佛为重，以人情为轻。我们念佛是不是最重要的？念佛最重要。我们这一辈子，各位，你看这么短暂，生命这么无常，而且多灾多难苦难这么多，层出不穷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，我们随时都很清楚，都明白，我们已经感受很深刻了。各位，那如果说你要赶紧把这个痛苦要怎么斩断，怎么把它远离，把它切断的，那你要念佛为重，因为唯独面对的生死关头，你念佛，你才有希望解脱，你一念佛才能去成就。那你想想看，念佛有多重要？平常要把这个根呢，这个根念佛的根要扎实的、稳的把它扎下去、种下去，要种得很深、很牢固。各位要念佛为重，人情为轻这个人情世故谈的这个好坏对错这些东西，各位我们尽量的把它看得平淡，看得轻一点，不要太在意。各位这人情的应酬交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来往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生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，我们不得不大家互相关爱互相彼此要有来往，但是呢，不要太在意，有时候不顺你的心，不在意。各位，这个人情的问题，尽量把它平淡，看得比较轻一点，不要太重。以真理为重我们知道佛都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是什么一切都是苦，一切都是空，一切都是无我，没有一样是我的，
一切都是空的，因为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面对的真正生死关头，没有一样东西来协助你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产生有力量来关心你、帮助你啊，来助你一把、提你一把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所以你那时候就知道说，哦，佛讲的话是对的。我们一定要了解到，哦，一切都是苦的，世间太苦了，太苦了。生的苦、老的苦、病的苦、死的苦，这么多的苦，求不得的苦。好，还有这种天气环境的大自然变化。最近呢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世界各地啊，温度都上升到多少？各位知道吗？40几度，印度都50来度，你看多可怕！我们人要你想避也避不开，逃也逃不掉。就在这个大环境里面，天气这么炎热，我们只好任它这么折磨嘛。你怎么闷热啊，痛苦啊！我看欧洲人，西班牙好多人在外面散步，但是太热了，太热受不了，就在那水池旁边拿那个水啊，就这样一直沾水。各位太热受不了了。哦，大家叫苦连天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人世间是不是苦啊？佛陀说，世间一切都是苦，一切都是无我，没有一样是你的，因为你带不走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已经很清楚告诉你，那我们就不要贪啦。既然我们带不走，就叫你不要贪啊！你没有贪，才不会烦恼。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计较？为什么冲突？为什么都是贪来的啊？你的贪呢？你这个欲望啊，太高了，太强了，太猛了，所以你得不到你的期待，所以你就会痛苦，一直烦恼。所以世间明明告诉你，你这都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嘛，没有一样是我的嘛。所以这个真理一定要以这个为重，时时在心里探讨研究，然后反省自己。既然是苦的，是空的，是无我的，我就不要去太在意。对不对？外在的任何东西都不要在意，世俗为亲啊！我们世俗的人是讲究什么啊？哎呀，我要贪吃，我要贪睡，对不对？我要住好，我要睡好啊！然后你看财色名食睡，每天都在那边打滚呢。为了钱财，每天就堕落，一直受苦，压力重重。你看这个是世俗人呢，每天就为这些外在的这种。会变化多端，而且没有办法跟着任何产生力量的这些东西呢，我们都堕落沉沦在那里面，拼命的在这个陷阱里面一直在那边受苦啊！所以世俗人就是财色名食睡，每天就为了这个事情呢，追破了头了，每天苦恼不断。压力重重，就是这个是世俗人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外在东西要看清，对不对啊？看清，以真理为重，随时就知道这世间的真相。那这样，我们回光返照，内心没有污染啊，无挂无碍，我们的灵性会净化，很清净。清净的灵魂就到清净的地方，就到光明的地方。你每天就为了这些世俗、这些假的东西。把这个整个的精神，你的时间耗在这上面，结果沾不到好处，而且让你的心灵上魂魄就负担了沉重的压力，所以没有必要嘛。以后你都会很苦恼哦，不但一辈子苦恼，生生世世都会堕落，继续在受苦，继续在轮回，所以没有必要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很重要哈！今天把这一章呢送给大家，阿弥陀佛。